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喺上一集，我哋介紹咗無編 OLS 假設，亦即係獲得無編嘅 OLS 估計量所需要嘅條件。今日我哋會介紹高斯馬可夫定理以及高斯馬可夫假設，比較佢喺橫截面數據同時間序列數據裏邊唔同嘅地方。首先，我會總結貫穿整個計量經濟學嘅3個層次嘅假設。呢幅圖展示咗計量經濟學嘅3個層次嘅假設。對於橫截面數據，每個假設都係用 MLR， 即係多元線性回歸嘅縮寫作為名稱。對於時間序列數據就用 TS， 即係時間序列嘅縮寫，表示每個假設。喺橫截面數據當中，前4項假設係獲得無編嘅 OLS 估計量所需要嘅條件，但係喺時間序列當中，只有前3項係無編 OLS 假設。喺時間序列分析當中唔存在隨機抽樣假設。時間序列嘅零條件期望假設係嚴格嘅外生假設，佢要求誤差項同所有解釋變量嘅每一期都不相關。無編 OLS 假設係第一層次，亦即係最核心嘅假設，因為佢確保 OLS 估計量嘅無編特徵。要記住，橫截面數據有4項假設，而時間序列數據則係有3項。第二層係高斯馬可夫假設。對於橫截面數據，佢係無編 OLS 假設加上同方差假設。對於時間序列數據，由於佢嘅序列特點，仲需要額外嘅一項假設，無序列相關假設，亦即係喺給定 x 嘅條件下，唔同時期嘅誤差項彼此不相關。如果呢個假設唔成立，我哋就話時間序列係存在序列相關或者自相關，因為誤差項呈現跨期相關嘅特點。高斯馬可夫假設確保 OLS 估計量喺無編嘅前提下同時具有效率，正如高斯馬可夫定理所表示嘅。高斯馬可夫定理指出，喺高斯馬可夫假設下， OLS 估計量 beta hat 係總體參數 beta 嘅最優線性無編估計量 blue。所謂 blue 指嘅係 beta hat 喺所有嘅線性且無編嘅估計量當中具有最小方差。我哋仲把最優線性無編估計量稱為最有效率估計量。喺高斯馬可夫假設下，我哋有計算 OLS 估計量嘅方差嘅公式。佢嘅分子係誤差項嘅方差，分母係解釋變量嘅總平方和乘以1減去呢個變量對其他所有解釋變量回歸所得到嘅 R²。我哋仲有誤差項方差嘅無編估計量，其中嘅 SSR 係殘差平方和 n 係樣本數 ，k 係解釋變量嘅個數。要記住，異方差或者序列相關係唔會造成 OLS 估計量偏誤嘅，但係 OLS 估計量就可能唔再係最優線性無編估計量，亦即係話 OLS 估計量唔再具有最小方差。第3層次嘅假設係古典線性模型假設。呢啲假設係進行假設檢驗同統計推斷所必須嘅。古典線性模型假設係喺高斯馬可夫假設之上再加上
常態分佈假設，即係誤差項同解釋變量相互獨立，誤差項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 sigma square 嘅常態分佈。喺古典線性模型假設下， OLS 估計量喺給定 x 條件下呈現常態分佈。喺原假設下，每個 t 統計量服從 t 分佈，每個 f 統計量服從 f 分佈。自信區間嘅構造亦都有效。我哋所學過嘅所有檢驗統計量同推斷程序喺古典線性模型假設下都成立。今日我哋介紹咗構成計量經濟學基礎嘅3個層次嘅假設。第一個層次係無偏 OLS 假設，佢確保 OLS 估計量具有無偏嘅特徵。第二個層次係高斯馬可夫假設，佢確保 OLS 估計量係最優線性無偏估計量。而第三層次嘅假設係古典線性模型假設，佢確保統計推斷有效。相對於橫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具有佢獨特嘅假設，例如喺第一層次嘅嚴格外生假設，以及喺第二個層次嘅無序列相關假設。好多謝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